民众开车行驶在高雄梨园区的凤林路上，直击了这一台拖板车，后方载运的是一支超长的钢架，钢架长度比起拖板车的车身还要多出了一大截。无论是直行或是转弯的时候，都被质疑是否有占用车道的嫌疑。尤其是拖板车在转弯的时候，碍于后方钢架的长度，也让直行的车辆没有办法即刻通行，有挡路的嫌疑。来听警方说法。 该钢梁属于整体物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应填具申请书，向公路监理机关申请核发临时通行证。警方检视了民众在网络抛出的这一段影像之后，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任何的报案或是检举，不过会依照相关的规定来追查这一台拖板车在载运超长钢架的时候是否有申请临时通行证。如果没有申请临时通行证的话，将依法开罚。